你哋知唔知牙醫往往係第一個察覺你患有睡眠呼吸障礙嘅醫療專家？好多人以為夜間磨牙只係壓力太大嘅副作用，但事實上呢個好可能係身體發出嘅緊急警報。喺睡夢中，你正喘不過氣嚟。當我哋入睡嘅時候，喉嚨肌肉會自然放鬆，但對某啲人而言，呢種放鬆會導致呼吸道狹窄，甚至完全塌陷，進而阻斷氧氣供應。一旦血氧濃度下降，大腦便會立刻進入求生模式，觸發短暫且無意識嘅驚醒、微覺醒。為咗迅速撐開塌陷嘅呼吸道，大腦會強制將下顎向前推。呢個突如其來嘅猛烈動作便會導致上下排牙齒劇烈滑動同摩擦。喺呢一種情況下，磨牙不再只係一個壞習慣，而係你身體為咗避免窒息所作出嘅潛意識自救反射。而你嘅牙科醫生正係能夠一眼睇穿呢啲危險信號嘅人，佢哋能夠從口腔中發現你每晚奮力掙扎求生所留下嘅物理性傷痕同埋症狀，例如牙齒嚴重磨耗、牙弓狹窄、咀嚼肌肥大、舌嘅大小同狀態等等。正因如此，牙科醫生不僅係口腔健康嘅守護者，更係為你揾出潛在睡眠障礙、守護全身健康嘅最佳醫生。今天就預約檢查，莫讓身體在夜裏邊獨自掙扎。